注意电传师领任，甲助理、甲组长的栽培，使互较今天才会当在即个庄严的活动来甲大家报告，互较研讨了即个大学即个心得。早起新电传师、新讲师、甲有讲师、甲下晡讲讲师，甲咱开始，甲咱分享的即个诚意、正心、修心这家。大学内底有咧讲，议程而后新政，新政而后生修，生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互较就想着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内底讲，行深般若蜜多时，行深就是诚意的坚持，有始有终，贯彻始终，始终如一的即个坚持。咱先佛有甲咱训示讲，修道不难，难在坚持。坚持诚意，坚持正心，坚持修心，咱万法为心造，一切由心转，心转咱就会当提升。心就是咱人的主宰，主宰咱去做好，也是去做歹，当然拢是爱转好的。爱做好诶，时常做家己诶主人，主宰咱家己做生命诶主人，就是与子同在，一切无碍。与子同在，一切无碍。讲师讲到讲，咱时常去互无明牵住，才会发无明火，发脾气，气大气细。甚至做到冲动、嗔恨、报复的即个行为，一切的即个财、色、名、色、随，拢无法度通好转化，无法度通化作自缘为自缘。自就是自爱的自，自呢就是帮助的助，化自缘为自缘。古早圣贤有咧甲咱有一首诗甲咱讲：酒色财气四面墙，多少凡人在中央。若是跳出墙外，便是人间的即个逍遥仙。所以讲，只要诚意、正心、修心、自然无明就会断。有修。有了愿，愿了自然就会消业。业若消，自然就会开智慧哦。智慧若会开，福慧就到。福慧若到，咱功德会当圆满，全家呢就会当平安，子孙就会顺进，就会大下尾啊。这就是家世啊。记伫细汉的时阵。凊彩听到真贤者咧甲咱慈悲讲，叹一气讲，爱戆戆啊做，戆戆啊修啦，戆戆啊修，戆戆啊得啦，莫想伤济啦，天地保重好啦。即句自细汉搁安尼袂晓袂读册诶时阵，就凊彩听真贤者伫咧讲即句话。所以讲，仙佛才会当甲咱摆拔，甲咱若是有业还袂消，会甲咱解冤释结，会甲咱互咱淡薄轻修。淡薄，啥物是淡薄轻修呢？就是大事化小事。其实，互较拄仔咧讲诶，戆戆啊做，戆
戆戆啊收，戆戆啊得，迄个戆戆呢，并毋是真正戆呢，是诚意的坚持，坚持的心，咱才会当开智慧，咱才会当诚意，才会当正心，才会当修心，才会当坐家，才会当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达到台东世界的即个理想。爱为咱的心，为咱的意做起啊！台东世界就是佛的世界，也就是爱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以上这就是互学小小看看的浅见，甲大家甲前贤者来分享。希望前贤者甲咱指导。甲咱指正，甲咱教导，祝福最后祝各位法喜充满，道无疯癫。谢谢。分享那当然呢，这也是针对了特定的恁的伊这个性质这个分享那当然伊所甲咱主比的呢，确实是有影啦。伫咱修行学道来讲起来呢，咱爱会当共同啊修，共同啊做，共同啊行。那么呢，西方呢，有极理天道，共同啊教，敢是安尼。其实咱会晓共同啊修，共同啊做，目睭刻咧迄个刹那，就是无极理天啊各位浅显，咱敢有认同？有啦因为若愈熟修，愈熟。伊都会愈远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咱王教授呢，甲咱分享遮其实嘛会使讲是咱正道呢一个真好的一个真途啦。毋知讲后壁咱对一个浅显要去甲咱分享，咱请这个浅显互我名叫做杨武春木艺啊，以后拄来互我叫有春的了，因为我有春，恁就有春啊，你也叫了有春的，你嘛足欢喜。今日感恩天伦师德，祖师爷，甲咱师尊师母，甲济公外佛的，甲咱何老前人的五大医生，咱的陈前人的医生，甲前人各位点传师，甲各位领任助理，处长，组长，各有前人，大家暗安。今日我要讲的因为咱下早也听甲作品详细，但是我感觉讲伊咧讲诚意，甲正心，甲修心坐家。其实伊咧讲的是拢咧讲咱的心，因为咱万法由心生，万法由心灭。为什么伊会由心灭？就是咱起心动念。其实咱的心足重要，咱足够起心动念，因为你即摆一只坐是佛心，但是你转了变变幻心。为什么？因为咱一个境会去互迄个境走，因为咱方言就是差迄个心。因为圣人伊就是惊因，所以伊不管是迄个心，拢会去注意伊咧想啥，伊起心动念拢会去注意。为什么？因为咱啥物代志，就是拢由心起。你要起好念，起歹念，拢就是介在你。因为咱心要甲其动机，嘛是要经过咱听经闻法，不断的会去修持，才有法度将咱的歹念。因为咱想着歹念，咱就一定爱甲压无掉。压就爱用啥？用法。法就等于咱讲者较简单，就讲，可咱即摆厝内
咱就爱学迄个水的精神。为虾米讲水的精神？因为水你看，伊咧洗衫、洗垃圾的物件，洗虾米不管啥，吼啊你落雨做风台，垃圾水虾米便所水虾米水，你看拢流入大海。因为咱即摆所有的水沟啊，就是拢扣对大海去嘛。啊你看，伊一个大海，伊会当用所有的阮的废水衫，啊因为水，就是讲伊会当将所有的水扣来。咱要学伊的精神，就是讲学讲伊的度量、伊的北长，真正吼值得咱学习。因为吼，咱不断的充实家己，因为我感觉讲吼，时间真正无钱啊。你看，即摆对个再坐到即摆，啊你今日所学习的是偌济，啊你今日来就无去学的物件转，莫讲学的偌济，家己有去听经文来去学了一句，有法度使你的心清净，安尼你今日来坐即工就无白坐。但是你来遮，毋是讲咱真诶咱怎拄久吼，真正是爱功夫，但是无拄久嘛是爱更加有功夫。所以讲吼，毋是遐简单。为啥你会拄久？因为我吼从来遮听经文，我有一个感想，你会拄久，就是你会发无入你的心，你才会拄久。你今日你若藏你咧食物件，你有食入味，你就知影咧注意吼，酸咸苦涩，你拢有法度去了解。但是你今日来也无用心去听，你拄你的啦讲人来讲人的，安尼你吼，你搁来十抓吼，可能我来吸收我也无介济。我感觉讲吼，一个来遮咧听经文啦，毋是遐随便的。你莫讲即摆上简单的，病倒偌济啦，你看因拢无法度听经文啦。啊，咱有即种英雄，咱来感觉足面啊高贵啊！即种物件毋是讲用钱去买，嘛是用啥个去用。所以讲吼，咱爱伊吼用心去听话，因为我感觉讲吼，我嘛有咧学人才教育班，啊，因为阮即摆吼到今年底，阮是精装班，阮要毕业啊，但是阮还阁有1年的学习。我感觉讲吼，我有当时我足爱起来讲，啊，但是我的迄款吼，算讲内容无介意好啦，啊，但是我有将我的心得讲互大家听。咱来入班，一定要精神摕出来。你精神无摕出来，保证你听无啦。你可能咧讲听就是啦，真正有影？因为我亲身体会，因为你要不断去学习，去体会，你才有法度精进。啊，你要精进，一定要用心，因为咱即粒心无顾好，你定定安尼互拍拍走。我讲，无常啊来，我相信你想要安怎，你拢无法度。迄个讲较简单诶落，即摆我嘛是58岁，啊，因为吼，我就是9月30号自愿退休，因为是安怎？因为阮妈妈是3年前走，阮爸爸是9月初3走，啊，有诶讲为虾米？啊，你较艰苦日子就咧过啊，为啥你爸爸走，你袂去自愿退休？这就是放得下，啊，可是要放得下，真的心要做得到，不是那么简单。嘴巴是说放得下，可是吼，你也讲放啊，毋是遐简单。讲诶是真正足简单，啊，但是真正要做足困难。啊，因为我嘛无咧想讲退休时当领偌济，领偌济算偌济，拢注定好个，免搞啦。我感觉讲吼，家己爱把握时间，把握当下，啊，无时间也一个来，无想要拖你去，但是要走你拢毋知。迄阵吼，你要哭就无目屎，我袂改变。啊，感谢各位的迄款自卑，啊，只我用简单的一寡心得报告互大家听，感谢各位尊贵，啊，谢谢。我们感谢你这个浅显，会使讲非常的自卑啦。那么对于在这个学院学的，依照伊即马甲咱做心得。